負責任博彩系列繪本《機靈小子》，拆解機率遊戲嘅心態同陷阱。主辦聖公會澳門社會服務處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及網上輔導，資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。故事4：爭少少等於爭幾多？喺遊戲天地入邊，主角小靜同小軍同學睇到推幣機入邊接近滿瀉嘅遊戲幣，佢哋覺得只要再入少少遊戲幣就可以將裏面嘅金幣都推出嚟。於是小靜即刻將買午餐嘅錢換晒遊戲幣，一個接一個咁投入機內，遊戲幣一個個咁跌落幣堆入邊，就好似係被吞咗咁。小靜睇住幣堆越積越厚，心入邊就諗：爭少少就成功啦，仲差幾個幣就可以將啲金幣推出嚟啦。小靜將自己嘅遊戲幣用晒之後，就不停咁催促小軍同學快啲將剩低嘅遊戲幣都投入去。小軍同學投入去嘅幾個幣都被推到兩邊，眼見好似會跌落嚟嘅幣堆，實際上完全冇喐過。呢個時候，小靜就好心急，希望小軍同學將佢手上嘅幣都投晒入去。當小靜喺度吟沉沉，想小軍同學投入更多嘅遊戲幣，你睇下，今次好似真係就嚟跌落嚟啦。小軍同學突然間講：啊！我記得我之前有睇過推幣機嘅真相嘅文章同影片啊，於是決定阻止小靜。小軍同學話俾小靜聽：當我哋以為仲爭少少，其實個遊戲機內部嘅已有設定早就控制好將金幣跌落嚟嘅機率，而我哋嘅遊戲幣係有限，就算跌硬幣落嚟，亦都遠遠比唔上我哋投入去噶。過到去玩，只會令我哋停唔到落嚟，後果唔係我哋可以承擔到噶，收手啦。小朋友，今次嘅故事完啦，我哋一齊嚟睇下推幣機嘅真相啦。設置吸引玩家。遊戲中心嘅推幣機入邊通常擺放咗大量遊戲幣，為咗吸引玩家想玩嘅衝動，大都會將遊戲幣擺到好似或者好容易就跌落嚟咁。然而呢啲推幣機其實都做咗手腳，就算玩家投入好多幣，而出幣嘅機率就好低。就算幣推出嚟或者中咗獎，跌出嚟嘅數量都遠少於玩家投入去嘅數量，通常都係商家賺，玩家蝕嘅情況。兩側嘅空間。遊戲幣將推前時，幣會喺兩側嘅空位擴散，需要玩家投入大量嘅幣先至可以填滿。而一般投入唔夠多嘅幣時，就好似被吞食咗咁。擋板，臨近出口嘅前端通常係可以調整斜度㗎，令跌出難度提高。若想知更加詳細，大家可以睇書喎。